大家好，在20多年的门诊经验中，见过太多因为忽略脚部问题，从寸步难行到最后影响全身健康的患者。其实很多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，觉得脚痛是小事，年纪大了走多了自然会痛，忍一忍就好。但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被多数人忽略的真相：你的脚跟痛、足弓塌陷、拇指外翻问题根源可能不是你走的太多，而是我们的现代生活正在一步步废掉你的双脚。我们每天行走的平坦坚硬的地板，还有那些看似舒适、提供过度保护的鞋子，正是残害我们足部健康的元凶。要理解我们的脚为何会出问题，得先做一个简单对比。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，他们走在什么样的路面上？是松软的泥土、凹凸不平的草地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们的双脚为了维持平衡，为了前进，脚底的每一块小肌肉，特别是我们称为内在肌群的深层肌肉，都必须时刻工作，主动地去抓住地面。这个抓地的动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。现在我们看看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走在光滑的瓷砖上，坚硬的柏油路，平坦的操场跑道上，这些路面完美的毫无瑕疵，再加上我们脚上穿着的鞋子有气垫有足弓支撑，把我们的脚保护得无微不至。结果是什么？我们的脚几乎完全丧失了主动抓地的需求，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却又看不见的后果：足部内在肌群的大规模失业。这些肌肉因为长期不被使用，就开始萎缩退化，医学上我们称之为适用性退化。说白了，你的脚部肌肉正在变软变无力。这就像一个强壮的运动员，如果躺在床上一整年，肌肉也会萎靡。我们的脚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退化革命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。脚是人体的地基，研究发现，人体大约70%的行动能力丧失，都和下肢问题直接相关。当地基不稳，上面的建筑就会歪斜，脚踝出了问题，错误的力量会传导到膝盖，膝盖长期带长就会影响髋关节，最后甚至你的腰椎、脊椎都可能因此疼痛。所以脚部的问题绝非小事，它牵动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。当脚部肌群退化后，它不会再默默忍受，而是会用疼痛和变形来向我们报复。接下来讲3种门诊最常见的足部问题，大家可以听听看自己是不是也用错了方法。第一种，足底筋膜炎。这个病的典型症状就是起床第一步的剧痛。很多人早上脚一落地，脚后跟就像针扎一样痛，走几分钟好像好一点，但坐久了再站起来，剧痛又回来了。很多人一听发炎就想当然地认为要消炎，于是拼命用脚踩高尔夫球，或者买拉筋板把脚尖翘高，希望能把发炎的筋膜拉松。说实话，这些方法或许能暂时舒缓，但治标不治本，甚至可能造成2次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搞错了一个核心。足底筋膜炎名字里虽有炎字，但本质不是单纯的发炎，而是结构力学问题。想象一下，足弓像一座桥，足底筋膜是桥下的钢索。当桥体也就是足部内在肌群足够强壮时，钢索的压力就很小。可一旦肌肉无力，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几乎全由这条钢索承受，它被日复一日的过度拉扯撕裂，当然会痛。所以你拼命去拉扯一条已被过度拉扯的钢索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根本的解决方法不是被动拉伸，而是去强化那座桥，也就是锻炼你的足部内在肌群，让肌肉分担筋膜的压力。同时，对于紧绷的跟腱，我们要做的是主动拉伸，比如弓箭步站立，后腿脚跟确实踩地，然后身体主动前倾，感受小腿后侧的伸展，这是肌肉主动参与的拉伸，远比用拉筋板硬拉安全有效。第二种，后天性扁平足。很多人以为扁平足是天生的，没办法改变，确实有部分是先天，但门诊中绝大多数成年人的扁平足都是后天性的。也就是说，年轻时足弓正常，但随着年纪体重增加或错误的使用方式，足弓才慢慢塌陷。后天性扁平足的困扰是走路容易累，脚踝内侧可能疼痛。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定做昂贵的矫正鞋垫。鞋垫有没有用？有，但它的作用被误解了。鞋垫就像我们走路的拐杖，在你肌肉无力时从外部给你支撑，或通过刺激提醒肌肉正确发力。
但你总不能一辈子依赖拐杖。根治的关键在于把你自己内在的足弓重新建立起来。怎么做？靠锻炼。这里介绍一个核心动作——短足运动。你可以坐着脚平放地上，然后尝试在不弯曲脚趾的情况下，让脚底肌肉用力，把脚掌心往上提。你会感觉脚变短了，足弓被拉高。这个动作就是在直接训练你足弓内侧的小肌肉。每天练习，坚持下去，你的足弓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提起来。第三种，拇指外翻。拇指外翻就是大脚趾往第二脚趾的方向挤，导致大脚趾根部骨头突出，穿鞋会磨，严重时又红又痛。大家普遍认为罪魁祸首是高跟鞋、尖头鞋，这当然是重要原因，但绝非唯一。我看过很多从不穿高跟鞋的男性，同样有严重的拇指外翻。为什么？其实一个被忽略的核心成因是我们走路的姿态出了问题。我们现代人走路，大拇指常常是失能的，在走路的最后推进阶段，本该由大拇指用力蹬地把身体前送，但很多人因为肌肉无力或习惯不好，大拇指是翘起来的，没有向下压的力量。这么一来，身体的重量和推进力就错误地压迫在大脚趾关节上，日积月累，关节就变形了。所以要改善拇指外翻，除了选对鞋，更重要的是重新学习使用大拇指。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练习，脚放平，用一只手按住脚背，然后练习只用大拇指向下压，去对抗你手的力量。你要找回大拇指用力踩在地上的感觉。日常走路时也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，每一步都要用大拇指确实地推出去。这个小改变就能从根本上减少对关节的错误压力。说完了脚本身的问题，我们来谈谈它的外部环境。鞋子选对鞋很重要，但市面上很多流行鞋款其实是陷阱。我挑4种最典型的来讲。第一种，完全平底鞋。很多女性喜欢的娃娃鞋、帆布鞋看起来平平的，应该很健康吧？恰恰相反，这种完全平底鞋底又薄的鞋有2大问题。第一，它几乎没有吸震能力，你走在硬地上，所有冲击力都由你的足底、脚踝和膝盖硬生生承受。第二，它缺乏对足弓的支撑。怎么说呢？对于足部肌力已经退化的人，这会让你的足底筋膜被拉得更厉害。第二种，超厚底鞋。这几年流行的松糕鞋、老爹鞋，鞋底非常厚。这种鞋最大的风险不是磨脚，而是安全风险。它严重剥夺了我们脚底对地面的感知力。我们的脚底有无数神经末梢，负责感知路面变化，并将信号传给大脑，让身体核心及时反应来维持平衡。当你踩在一块超厚的海绵上，脚底就变笨了。如果这是踩到小石子或不平的路面，脚踝可能来不及反应，非常容易严重扭伤。第三种，高跟鞋。对于高跟鞋，我们不搞一刀切，完全禁止不现实，但大家必须了解它的代价。高跟鞋会让重心前移，对前脚掌和脚趾产生巨大压力，同时它会让你的跟腱和小腿后侧肌群长期处于缩短紧绷的状态。所以如果你需要穿高跟鞋，我给2个务实建议。第一，选择鞋跟高度在5公分以内，且最好是粗跟，增加稳定性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穿完后一定要做补偿运动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，确实的做主动的跟腱拉伸，把你缩短的肌肉重新拉伸开来。你让它紧张了多久，就要花时间让它放松回来。第4种，夹脚拖。夹脚拖可能是夏天最受欢迎的鞋款，但从足踝外科医师的角度看，它问题很大。它有3大罪状：第一，后跟完全没固定，非常不稳定；第二，为了不让拖鞋飞出去，你会不自觉地用脚趾去勾住鞋子，这个动作完全不符合正常步态；第三，也是最危险的，它对脚几乎没有任何保护。在东南亚有一种常见的车祸伤叫本田脚，就是穿夹脚拖鞋，机车出意外时，脚背组织被整片掀起，这说明了夹脚拖在意外中是多么脆弱。讲了这么多问题，大家可能会有点焦虑，别担心，接下来要教大家3个简单但极其有效的动作，在家就能做，帮你重新唤醒沉睡的脚部肌肉。请记住一个核心观念，任何昂贵的鞋子或被动治疗都比不上你主动的肌肉锻炼。第一个动作，脚趾抓地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很多人做错了。它不只是把脚趾头卷起来，
请你把脚平放地上，然后像要用脚趾抓起一颗弹珠，用力往下抓。关键是你要感觉到脚掌心，也就是足弓的位置有微微内缩被往上提的感觉，这才是真正启动的内在肌群。看电视、坐在办公室都可以练习，保持抓紧5秒再放松，重复20次。第二个动作提脚跟，也就是垫脚尖，这是锻炼小腿和足体肌群的王牌动作。但重点不在快，而在于慢行控制。请扶着墙或椅子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就用大约3秒钟慢慢把脚跟提到最高点，停留2秒感受肌肉收缩，然后再用3秒钟有控制的缓慢地将脚跟放下来，整个过程都要平稳。做15到20下为一组，每天做2到3组。第3个动作，单脚站立，这是一个看似不起眼，但对训练脚部稳定性、平衡感，甚至是全身核心肌群都非常有帮助的黄金动作。请找一个旁边有扶手的地方，以测安全，然后抬起一只脚，用另一只脚站立，注意支撑脚的膝盖要保持微弯，不要完全打直。一开始晃得很厉害是正常的，试着让脚底像树根一样主动寻找地面平衡点，目标是能稳定站立30秒。这个动作强迫你脚底所有小肌肉都出来工作，协调运作。这3个动作每天加起来不用10分钟，只要持之以恒，你一定能感受到脚变得越来越有力、稳定。在结束前，快速解答几个大家常有的迷思。第一个问题，日行万步一定好吗？不一定。如果你每天都在操场这种单一平坦的地面走1万步，反复使用的永远是那几个角度的肌肉关节，反而容易造成重复性劳损。我更建议大家走些有高低起伏的路面，像公园草地、缓坡，运动方式多样化，对足部更有益。研究发现，每天走7000到8000步就已能达到大部分健康功效。第二个问题，公园的健康步道能踩吗？要看情况。如果是松动圆润的石头，适度踩踏可以刺激脚底，但如果是用水泥固定、形状尖锐的，我就非常不建议，因为脚无法选择踩踏角度尖锐的石头，硬顶上来很容易刺激骨膜，引发肌腱炎，反而有害。第3个问题，赤脚跑是不是更健康？对于从小习惯赤脚跑的选手来说，是的。但对于我们这种从小穿鞋长大的人，足部肌肉和皮肤都很脆弱，若未经专业训练直接去赤脚跑，非常容易造成足底淤伤甚至骨折。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观念只有一个，我们的脚天生是为复杂多变的地面设计的，不是为现代平坦的水泥地而生。足部健康的关键不在于你花多少钱买昂贵的鞋子或鞋垫，而在于你是否愿意花点时间去唤醒那些因安逸太久而沉睡的肌肉。从今起，别再忽视你脚下的健康了。每天花5分钟做我们今天教的足部运动，让你的双脚重新找回力量。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关心走路会痛的家人和朋友，一个简单的姿势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下半生。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我要健康双脚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许下一个承诺。也别忘了按赞订阅频道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。祝福大家